乜嘢係香港資本大遷徙呢？香港嘅有錢人默默咁賣樓套現，係咪代表佢哋唔睇好香港嘅未來呢？係咪代表佢哋要撤資呢？樓市跌，股市升，背後反映嘅係乜嘢嘢呢？呢條片我會嘗試拆解當中嘅原因同埋帶嚟嘅投資機會。大家好啊，歡迎嚟到金甲從財經啊！咁過去呢幾個月咧，香港嘅樓市咧好似有啲回穩跡象喎。咁啊，中原嘅樓價指數咧由8月底嘅137點咧就升到近期嘅140點。不過一年嚟計咧，其實基本上係原地踏步嘅，更加出現一種少見嘅現象啊，就係好多好有錢嘅樓市長期投資者咧都喺度默默沽貨嘅。咁好似根據香港01嘅報導咧，咁美心集團主席伍偉國咧就以2.15億咧就賣咗佢持有已經17年嘅壽臣山洋房啊！佢賣咗咧係中半山嘅御花園一個3房單位嘅，咁賣出價咧就係6580萬嘅。咁呢個單位咧已經係持貨30年㗎啦。咁兩個單位咧，因為都係好多年前買落啊，所以都係有錢賺嘅。咁另外咧，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咧，一向都係好積極投資香港樓市嘅，咁啊持有唔少嘅物業嘅。咁最近咧都係默默咁沽貨嘅，咁啊分別咧沽咗咧擎天半島啦、聚豪天下等等嘅單位嘅，咁啊套現咗咧8000幾萬嘅。咁呢啲單位同樣都係咧持貨好多年㗎啦，都係賺住走嘅。咁啊，聽到呢啲新聞咧，啲香港末日論咧，當然唔會放過呢個機會啦。咁有啲咧就話伍偉國賣樓咧係美心走佬啊。咁有啲咧就話佢哋兩個咧係齊齊散水嘅。咁啊講到咧佢哋對香港咧冇晒信心啦，睇唔到前景啦，好似要套現啦，要着草走佬咁樣嘅。嗱，睇到呢啲評論咧，我哋係好小心㗎。咁表面上咧好似幾合理，其實入面個邏輯因果關係咧，完全係冇經過理性嘅思考嘅，亦冇提供任何實質嘅數據，甚至連揾數據嘅嘗試都冇嘅。咁賣樓係咪等同要走佬要散水呢？如果套喺一般普羅大眾身上咧，呢種可能性當然唔低啦。因為我哋一般嘅市民咧，好少係 hold 好多物業嘅。有啲人咧可能花一世嘅努力咧，都係為咗一層自住物業嘅啫。唔係非不得已或者係財政上遇上特別嘅困難咧，一般人咧係好少賣樓套現嘅。但係對於伍偉國呢啲大資本家或者林奮強呢啲小資本家，佢哋根本係唔需要考慮有冇瓦遮頭、有冇地方住嘅問題嘅。佢哋最關心嘅咧係點樣去配置佢哋透過工作啦或者做生意而累積落嚟嘅龐大資本嘅。對佢哋嚟講啊，資產無論係物業、股票、債券定係黃金古董，都只不過係一種咧承載資本嘅載體啊，就好似一個咧我嚟裝住啲水嘅水池咁樣嘅。佢哋最重要考慮咧係啲資產嘅安全度啦，會唔會增值啦？將來點樣傳承等等嘅。只要其中一樣出現可能性嘅風險咧，呢啲有錢人都會隨時咧將佢哋嘅資本咧由一種資產咧係抽去另一種嘅。咁香港嘅物業買賣轉讓咧係公開查得到嘅，所以咧我哋可以好輕易咁知道啲物業買賣嘅情況啊。但係其他資產好似債券、股票、黃金等等都係唔公開㗎，一般人係好難知道㗎。有好多擁有龐大資本嘅有錢人咧，更加係會透過一啲私人銀行咧去幫佢哋管理資產嘅，同埋提供投資嘅建議。咁好多香港人都唔知啊，其實香港咧係有好多私人銀行嘅，同我哋一般市民接觸到嘅商業銀行，好似匯豐啊、恒生啊係唔同㗎。佢哋主要嘅服務對象咧就係啲有錢人、啲富豪。好似瑞士嘅百達銀行啦，仲有 LGT 皇家銀行啦、嘉盛銀行等等啦。以前咧仲有一間咧固資銀行嘅，連英女王咧都係佢哋嘅客戶嚟嘅。不過幾年前咧，因為盈利唔夠多啊，咁啊關閉咗香港嘅分行。咁呢啲私人銀行咧，大部分都開喺中環嘅。咁啊，開戶嘅門檻咧，一般最少係要有500萬美金嘅，即係折合港幣咧，大約係4000萬嘅。咁佢哋會幫啲客戶咧去管理佢哋嘅資產啦，包括股票啦、外匯啦、債券等等嘅。
咁保密度咧係絕對非常之高嘅，外界咧係好難知道佢哋代表啲咩客戶啦，持有啲咩資產嘅。所以咧，有啲香港末日論講啲有錢人賣樓套現咧，就係等同走佬啊，等同散水啊，就係想引導你咧用小市民嘅視覺咧去聯想啲有錢人嘅行動嘅目的咧，就係想你得出一個結論，連最有錢嘅階層而家都陷入咗絕境，所以香港咧就係末日啦。其實佢哋又點知啲有錢人賣完樓之後，淨係 hold cash 咧？唔會委託啲私人銀行去買債券或者係買黃金呢？咁當然真實嘅情況我都唔會知啦，但係我亦唔會好隨便、好簡單咁落一個結論，啲有錢人賣樓咧就等同要走佬、要撤資啦。因為資產市場唔係淨係得一個樓市噶嘛，而啲錢係會喺唔同嘅市場度流動。好似今日全球最大嘅資產市場係美國政府債券，直至10月咧，規模咧係達到咧係38萬億美元嘅，但係情況唔係一直都係咁樣樣嘅喎。由1980年到今日咧，喺通脹唔高、世界相對和平嘅情況之下咧，全球係有好多嘅資金咧持續咁流入美債市場嘅。但係喺1980年之前咧，情況就好唔同啦。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之後咧，世界局勢咧係持續咁動盪嘅。咁50年代有韓戰啦，60年代有越戰啦，仲有幾場嘅中東戰爭同埋石油危機嘅。咁以蘇聯為首嘅共產陣營咧，又長期同美國為首嘅西方陣營咧係處於敵對嘅狀態嘅。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啊，就係1951年嘅時候咧，美國財政部同聯儲局咧就達成咗一份協議嘅，就係聯儲局咧唔使再為政府嘅戰爭經費問題咧長期設定咧2.5% 嘅利率上限嘅，聯儲局咧係收翻咗咧利率嘅自主權嘅。結果由1951年開始咧，美國嘅利率咧就長期咁上升啦，由大約1% 開始啊，一路咧係升到1980年咧最高係超過17% 嘅，即係升咗17倍，令到美債嘅價格咧係持續下滑，孳息咧係長期咁上升。咁呢度咧，如果大家唔係好明白息口同埋美債嘅關係咧，咁唔緊要嘅，咁將來咧有機會再解釋。簡單講咧，就係政府嘅利率政策變咗啊，咁啊美債咧就陷入咗一個長期嘅熊市啊。從呢幅圖可以睇得好清楚啊，由1950年開始到1980年咧，美國政府債務佔國民生產總值嘅比率咧係越嚟越低嘅，但係期內國民生產總值咧係繼續咁增長嘅喎，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美國人嘅收入咧係越嚟越多，但係債券市場就啱啱相反啊，持續有資金流出。咁啲錢去咗邊呢？主要就係去咗黃金市場同埋商品市場啦。金價由1971年金本位解體前嘅每安士35蚊美金咧，一路係升到1980年最高係見850蚊美金嘅，咁啊升咗咧係24倍。咁國際石油價格咧係由每桶咧2.5美元咧係升到1980年咧39美元嘅，總共咧係升咗咧15.6倍。從呢度我哋可以睇到啊，決定資產價格嘅咧係資本嘅流動，而資本點樣流動咧？除咗經濟大環境咧，仲要睇政府嘅政策。仲有一樣更加值得大家留意咧，就係資本嘅流動咧，其實係有此消彼長嘅關係嘅。某種資產嘅下跌週期咧，好多時咧就會成就咧其他資產嘅繁榮週期啊。例如1950年到80年嘅美債啦，咁啊對比同期嘅黃金同埋石油咧，就係一種咁嘅關係啦。咁我哋睇翻香港嘅情況啦，根據中原嘅數據咧，直至2025年1月咧，香港私人住宅嘅總市值咧，大約係9萬億港元嘅。咁啊，對比2021年9月12萬億嘅歷史高位咧，係下跌咗咧25%嘅。咁呢個咧仲未計商業物業等等嘅土地資產嘅，即係話咧過去4年咧，大約係有3萬幾億嘅港元資本咧係由樓市流咗出嚟嘅。咁呢個數字咧已經係年頭嘅數據嚟㗎啦。我相信而家咧係更加多嘅。咁點解私人住宅嘅總市值會萎縮呢？其實好簡單啊，因為整體嘅價格跌咗啊嘛。咁賣出物業嘅人咧，唔係個個好似伍偉國咁都賺錢㗎嘛。咁假設有個人喺2021年高位嘅時候以5000萬買一個單位，而家以3000萬沽出，蝕咗2000萬，就代表咗有2000萬咧係流出咗個樓市嘅。
當好多人都係咁做嘅時候咧，咁樓市嘅資本咧嘅規模咧就會萎縮㗎啦。咁啲錢去咗邊呢？嗱，如果你信咗啲香港末日論講啊，唔用腦去諗呢，咪會以為啲錢係撤離咗香港咯，係俾人帶住去走佬咯。因為佢哋係冇留意其他資產嘅規模變化，其實可能係流咗去第二種資產嘅。根據港交所資料啊，直至2025年10月咧，港股嘅總市值咧係有48.6萬億港元嘅。咁對比2022年10月咧，係多咗22.2萬億。不過咧，仍然係未去到咧21年咧最高峰期嘅。當時咧係有58萬億嘅，即係話咧由2021年到2022年咧，港股係流失咗一半嘅資本嘅。但係到咗2025年嘅今日咧，大部分已經翻嚟啦。咁啊，港股咧多咗嘅22.2萬億，有幾多係嚟自香港樓市呢？我都唔知啊。因為香港啲資本家有錢人持有幾多嘅股票呢？唔係好似持有物業咁樣係可以透過查冊去查到嘅。咁啊，除咗股市之外咧，最近幾年咧，香港更加係出現咗一個增長得好快嘅資產市場啊，就係香港嘅政府債券市場啊。咁啱啱喺11月5號啊，咁啊中國政府嘅財政部就喺香港咧發行40億美元嘅主權債券啊。咁發行嘅利率咧就係3.6厘嘅，咁啊超額認購咧係30倍啊！咁分別咧就由6間嘅金融機構係承銷嘅，包括咗匯豐銀行啦、渣打銀行啦同埋中國銀行等等嘅。咁呢40億美元債券入面咧，大約有一半咧係亞洲投資者買咗嘅。咁根據新聞報導啊，當中咧係包括咗咧匯豐銀行同埋摩根大通嘅，咁其他咧就冇公開啦。而匯豐同摩根大通究竟係自己買啊，定係代客戶買呢？都係唔公開嘅。咁會唔會係伍偉國同林奮強賣完樓之後去買呢？冇人知道。啲資本家咧係唔會公開佢哋嘅資產配置嘅。咁啊，好似美國 Comex 期金咁樣啊，定期都會公開買賣記錄嘅。咁全部都係啲銀行喺度買賣啊，包括匯豐啦、花旗啦、JP Morgan 啦都有參與嘅。咁佢哋係代表啲咩客戶喺度買賣呢？外界係一無所知嘅。不過呢40億嘅主權債券咧，同過去4年香港政府發行嘅政府債券規模比較咧，都係小巫見大巫嘅啫。咁過去4年啊，香港政府發行嘅債券咧係有好多種嘅，包括咗機構綠色債券啦、零售綠色債券啦、可持續債券啦、銀色債券等等嘅，發行嘅總規模咧係接近3150億港元嘅。即係話咧，香港政府就好似個水泵咁樣啊，由個資本市場咧抽咗3000幾億咧去咗政府債券呢種資產嘅。咁當中有幾多個資本係嚟自香港嘅樓市呢？我哋當然係揾唔到數據啦，但係可以好肯定咁講啦，情況已經係發生緊啦。我成日都喺文章度提及個山頂先生啊，佢有朋友咧就喺本地一啲私人銀行裏面做嘢嘅。咁佢同我講啦，有啲行家嘅客戶咧已經係做緊呢樣嘢啦。咁啊沽出佢哋手上嘅香港物業啊，咁啊轉投咗咧政府嘅債券啊。咁啊講到呢度咧，畫面咧越嚟越清晰啊！香港而家到底係發生緊咩事咧？就係正喺度經歷一場咧資本嘅大遷徙啊！啲資本咧正係由香港嘅樓市咧流去其他嘅資產嘅，好似股市啦，同埋政府債券市場嘅。咁呢種關係咧係此消彼長嘅。樓市嘅規模咧不斷萎縮嘅同時咧，其實係助長咗咧股市咧同埋債市嘅發展嘅。對香港嘅高地價經濟同埋佢嘅受益人嚟講咧，呢場資本嘅大遷徙咧，絕對係一場噩夢嚟嘅。尤其係政府債券嘅抽水功能啊！點解咁講呢？因為喺金融市場入面咧，政府債券係有好高嘅融資能力啊！因為個債仔就係政府啊嘛，破產同違約嘅機會咧，同私人企業相比咧係非常之低嘅。政府債券持有人咧係可以好輕易咁拎啲債券咧去做抵押品，獲得信貸嘅。咁呢樣嘢對啲有錢人、對啲資本家咧係好重要嘅，因為佢哋本身咧可能係做緊好大嘅生意啦，或者喺佢哋嘅生活圈子入面咧係經常會得到一啲投資嘅機會嘅。咁都係需要咧有抵押品咧去做融資嘅。作為抵押品啊，最重要咧係唔會貶值啊！如果因為貶值而變成資不抵債，對於貸款機構好似銀行咁樣，就會影響佢哋嘅資本充足比率啊！
繼而咧就會影響佢哋嘅借貸業務啊，可能要減少發放信貸嘅規模啦。咁銀行係靠借錢俾人嚟賺錢㗎嘛，如果因為客戶嘅抵押品貶值而影響到佢哋嘅賺錢能力咧，對於銀行嚟講咧就係生死存亡嘅大事啦。所以我哋可以持續咁見到樓市嘅 call loan 潮啊，銀行都想盡快拎翻啲借咗出去嘅資本，因為收翻嚟嘅錢咧可以借俾其他人去投資其他嘅資產嘅，好似政府債券咁樣樣。咁相對物業啊，政府債券呢種抵押品咧係更加穩陣嘅，就算個債仔最後唔還錢，銀行方面咧都可以拎住啲債券咧到期咧係問政府咧拎翻本金嘅。所以當政府嘅土地政策變咗，而且係刻意咁用自己嘅政府信用咧去培育一個債券市場，就好容易吸走樓市嘅資本啊。咁物業作為融資嘅功能咧，亦會慢慢咁萎縮嘅。而對高地價經濟打擊更大嘅係咧，香港政府通過債市融資獲得資本之後咧，係會用啲資本咧去增加房屋嘅供應嘅，好似起多啲公營嘅房屋啦，同埋資助房屋。咁反過嚟咧，又會進一步削弱樓市嘅需求嘅，令到樓價咧係下滑。咁啊，物業抵押嘅融資功能咧，又會進一步咁下跌，形成一種咧惡性循環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啲資本家當然係會將佢哋嘅累積資本係抽離個樓市啦。所以點解伍偉國、林奮強要將佢哋持有好多年嘅物業沽出呢？咁啊，關鍵咧其實係佢哋抵押嘅融資功能咧已經慢慢咁下降啦。情況咧就好似70、80年代咁樣樣，好多由製造業起家嘅香港資本家咧，都將佢哋嘅資本咧由製造業咧就轉到地產市場嘅。其實唔止佢兩個啊，連一啲國際嘅大資本咧，亦係做緊同樣嘅行動嘅。好似美國麥當勞啊，咁最近咧就密密咁賣鋪啊，連持貨38年嘅元朗巨鋪咧都賣埋嘅。仲有美國嘅黑石 Blackstone 集團啊，亦將旺角嘅巨鋪咧就沽出。咁呢啲咧都係喺資本主義世界咧打滾咗好多年嘅國際大資本啊，連佢哋都加入呢場咧資本嘅大遷徙，你就知道咧個遷徙嘅規模咧係有幾大啦。見到香港樓市而家咁嘅情況咧，如果你唔細心思考咧，好容易就會俾啲香港末日論咧就帶錯方向嘅。咁你見到嘅咧就會有一幅末日嘅景象啦，覺得啲資金咧係撤離緊香港，香港咧就末日啦，香港咧冇得救啦。但係如果你識得企喺一個高啲嘅角度去思考咧，見到嘅咧就會係一幅咧資本大遷徙嘅畫面啦。見到嘅咧就會係新時代嘅財富嘅增長密碼。我相信喺未來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入面咧，甚至係我有生之年咧，香港嘅物業咧都唔會再係財富增長同埋保值嘅資產。佢嘅光環咧將會係傳到其他資產嘅。咁呢種資本大遷徙咧唔會成日出現嘅，有啲人咧可能一生咧都未必經歷到嘅。咁香港對上一次發生咧就係大約喺70年代同埋80年代啦。喺高地價政策之下咧，資本咧就由製造業大量咁流向物業市場啦。咁人類歷史上咧每次出現呢種資本大遷徙咧，都會創造咧新嘅財富效應嘅。香港上一次嘅資本大遷徙咧，成就嘅咧就一班咧地產發展商啦、物業投資者啦同埋炒家嘅，好似我哋之前提過嘅一啲老牌家族啦、百億收租王啦同埋鋪王等等嘅。而今次成就咧，我估計會係股市同埋債市嘅。當然啦，呢個係另一個話題。咁遲下咧，我就會喺資產分析嗰度咧就詳細咁講下嘅。咁好啦，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啦，下集咧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嘅內容啦。